十進制轉做16進制用除嘅方法，咁轉翻做10進制用乘嘅方法。咁舉個例子咧，咁有個數字，譬如10進制嘅2、3、4、5、5咧，轉做16進制，咁我哋不斷將佢除16嘅。咁除第一次呢，咁答案就1465啦，仲剩翻15嘅。咁除第二次嘅時候呢，就剩係91啦，仲剩翻9。咁除第三次嘅時候呢，係5啦，用個5去除啦，仲剩翻11。咁所以調翻上去呢，有4個位，第一個、第二個、第三個同埋第四個位。咁當然咧，我哋唔會寫11啦，就寫個 B 嘅 5B 9F，F 就係15嚟噶啦。咁如果我哋寫錯咗5、1、1、9、1、5嘅話，變咗有6個位，就同4個位就完全唔同噶啦。咁而調翻轉將呢個 5B 9F 16進制嘅變翻做10進制呢，用乘嘅方法。咁睇翻個位值嘅喎，呢個係個位嚟嘅，一定係1嚟噶啦，每個值1嘅。咁儲夠16先進位啦，咁所以每一個數字係值16嘅。咁再儲夠16個16呢，先進位去第三個位度，咁所以呢個係16嘅2次方。再儲夠16個佢呢，先再進位，咁所以呢個16嘅3次方。咁16 3次方係4096啦，有5個，所以乘翻5啦。咁你16 2次方即係256啦，有 B 咁多個 ，B 係11，有11個。咁而16嘅1次方有9個，個位有 F，F 即係15啦。咁所以 total 係加晒就2、3、4、5、5嚟噶啦。咁要計呢類咁嘅數呢，我要可以寫 C program 去做啦，亦都可以咧用翻個小算盤啦。咁我哋去揀翻呢，就唔係標準型，係工程型。咁於是你見到呢，就有啲嘅不同嘅進制，有16進制啦、10進制、8進制同埋2進制俾我哋可以揀嘅。咁如果你揀咗16進制嘅話呢，就出現咗 A、B、C、D、E、F 啦，A 就係10啦，F 就係15等等啦。咁用翻正嘅數呢，就係5B 然後9F 啦，我將佢轉翻做10進制呢，答案就係2、3、4、5、5啦，亦都可以將佢轉到8進制、2進制、16進制，隨便可以轉噶啦。